在世間空虛孤寂，內心有唏噓嘆息。在社會人念冷酷，相對仿似是荊棘。在世間千般壓力，實在已深感困迫。願你今天忘掉世俗事，應接受這恩賜。耶穌他降生世上，從此給世人救恩沒發現。在世間千般壓力，實在已深感困迫。願你今天忘掉世俗事，應接受